叔冇着帽喎，關你咩事啊？阿叔，做乜喎？阻住買嘢啊！你如果唔賠錢嘅話，我捉你翻去韞2日嘅喎。捉咯，上個月份都得，冇錢。你㗎？係啊，咁你講緊邊個喎？俾我睇下係咪自己種嘅？咁唔係自己種藝人，你唔好問我，唔係自己種嘅咯。點解唔着麻啦？冇錢買啊！哦，佢驚我搶佢啲錢係嘛？好嘛，俾個膠袋我啦。冇，哎你走啦，唔係冇玩笑，哇！咁我捉你翻去韞2日嘅咯噃。問2個月咋？唔係啊嘛？對唔住，係咁嘅，我哋咧就係嗰個陰公電視台嘅。你啱先喺度食煙係唔俾㗎嚇，然之後你食煙咧就要罰1蚊雞喎。叔咁辛苦上山挖到個呢啲先一個，仲攞1蚊雞。如果唔交1蚊雞嘅話，阿大隊長阿蚊鐵東佢唔會放過我嘅喎。係咩？你幫下我啦，我打工仔嚟嘅咋。是真的嗨起來，你們不嗨嗎？我問你，叔，我想幫你買啲嘢，賣唔賣啊？呢個上山發㗎，幾錢啊？咩啊20蚊1斤啊？20蚊1斤啊？幫我稱，呢啲咧？黃皮水其實哦，幾錢1斤？呢啲5蚊1隻咯。嚟，你幫我稱，幫我計下，幾錢啊？23蚊係嘛？好，23 ，OK， 有冇膠袋？啊13，我13蚊係嘛？善良的人終將得到善待，係唔係啊？係咪咁講啊？這個多少錢啊？13呢度咧35呢度啊？63蚊係嘛？仲有冇其他嘢賣啊？冇啦係嘛？嚟俾錢，63啊，63，立正，慢慢來，立正，來一張，100塊錢，獎勵給你，給你的。拿住，我的手都在抖了，怎麼回事啊？翠花，再來一張。佢哋話俾多1嚿水你。好，多謝。以後生生性性，你心機讀書喎，知唔知啊？再給多1個紅包，我對大聲講，嚟揸住啦！祝你身體健康，家庭幸福嚇，這個是見啦嚇。啊，記得睇我哋陰公電視台喎。陰公電視。係啦。講呢句，又是發財的一天。又是發財的一天。係啦。阿姨過嚟，你看過我的視頻哈？是啊。然後是我們家粉絲有紅包領的喎，幾多錢？多少錢？